各地头不三时就会逼出乌白岛废弃物的代志。有环保团体和学者指出，在目前废弃物清理法和资源再利用管理法上轻啊，呼吁政府就要修法。那环境部嘛开会，希望收集意见，正做未来修法的参考。 环团手提检测机伫涂骹就通测到严重的重金属超标。台南的学家因为互民相信公司买来违法大罗塞，造成长期污染。毋但是台南学家有人乱倒，亲像丰苑高寮长期拢有分化罗塞，新竹野球场嘛有大量的阴茎废弃物。台湾各地不时拢有这寡问题。学甲的炉茶就是钢铁业会产生的这个废弃物。 那它就是被大量的去回填到学甲的农田。另外，我刚才还有提到特别严重的是，彰化方院，还有环境部自己管的焚化炉底渣。环团表示，废弃物拢待伫咧田底，长期落来恐惊会造成食安问题。若是落雨，这寡废弃物佫会污染台湾的溪水。环保团体拜四伫咧环境部头前抗议，认为目前法律修过轻，呼吁政府爱针对废弃物清理法和资源回收再利用法做出修正。 刑责罚则还是很轻，其中的稽核管理还是很松散，然后再利用的认定，我们还是看不到在法规里面有很明确的。这一次修订的有一些重点，比如说有一些加重刑责等等哈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资源回收再利用法啊，我们原本的话在减量的部分啊，可能写的部分比较少，好，所以在这一次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的幅度是比较大的。 环境部拜四嘛邀请环保团体召开演讲会，希望会当针对乱弹的废弃物加重刑罚，和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，搁做参考讨论。环境部表示，针对这届和环团学者的讨论意见，未来嘛会做修法的参考。记者陈亚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